你们先喝。好好，好吧。喂，南宫，年庆快开始了，你怎么还没出现？哦，我已经出门了，尽快到。啊，不着急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嗯，好的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、亲爱的朋友们，在场的各位嘉宾们，大家下午好！龙腾虎跃祝神龙，百花争艳贺庆典。随着时光的离境，我们神龙集团迎来了自己20岁的生日庆典。在过去的1年里，我们有欢笑，也有泪水，走过了非常不平凡的1年。面对新的时光和挑战，我相信我们神龙人一定可以满怀激情，以100倍的认真和努力来迎接我们更加美好的新的未来。好，朋友们，现在我宣布，庆祝神龙集团成立20周年的庆典酒会正式开始。有请神龙集团的总裁顾锡成先生致开幕贺词，掌声欢迎顾总，有请。各位，今天是神龙集团20周年的周年庆。在这20年里，我们大家风雨同行，缔造了神龙集团如今的辉煌。这一切与在场的各位都是密不可分的。今天我要感谢各位对于集团的支持和帮助。薇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刘离，今天神龙集团周年庆，报社让我来采访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没事儿，就随便走走。刘离，你要去神龙集团？我的事儿你别管了。刘离，你就听我一句吧。上次的事，顾锡成已经打电话跟我说过了，你不能再胡闹了，你们俩是不可能的。是，我们俩是不可能的，但又怎么样呢？他认为我不好，那他身边的人呢就好了吗？我得不到的，他也不应该得到。顾家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刘离，你听我一句，放手好不好？啊！不行，我必须让他知道，他身边那个人就是个骗子。刘离，你这样，我们俩离开这个城市，我们俩一起走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刘离，你听。好，好。没想到吧？那个顾锡成就是个傻子。我今天必须当所有人的面揭穿这个事实。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们大家能够同舟共济，让神龙集团更加辉煌。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要向大家隆重地介绍我的夫人贺锦熙女士。
情真好，哪像常文宇不和呀？你看他们俩对视那眼神，这要是夫妻不和呀，全世界都没合的了。可不是嘛，现在的报社真是什么都敢说。现在要再说他们感情不和啊，我可不信了。我宣布，神龙集团20周年庆典酒会正式开始。琉璃，你不能再错下去了。我错下去，我就是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情。我得不到的，贺锦熙那个骗子凭什么得到？可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为什么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？琉璃，这样，我们一起离开不好吗？我们重新过新的生活不好吗？我是要离开，可在我离开前，必须击穿那个骗子。琉璃，你醒醒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们现在就离开，我们不管其他人，不再管其他人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放下我所有的一切，你也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不要，你等我，等我去办完这件事情。我知道，吴锡恒这次肯放过我，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其实，对于跟他在一起，我已经不抱希望了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贺锦熙那个骗子骗走了属于我的一切。不要，你等我，等我去揭穿他，咱们就走，咱们一起走。你好，顾总。嘿，刘总，祝贺你股票生意大涨啊！借您的吉言，今年的股票还会大涨。好，行，来，谢谢顾总。顾总，哎，顾总，你踏得真漂亮，不愧是书香世家。谢谢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来，我敬你。谢谢。贺总好。你好。你的妻子真漂亮，谢谢。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去那边敬一下几位元老，好吗？走。哎，西城，要不你自己去吧，我觉得有点累了，我想出去透透气。等我一下。啊，我陪你出去走走。走。走。琉璃，我求求你了，琉璃，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现在就走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不要，你别吓唬我！不要，你醒醒！不要，我求求你醒醒！不要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！不要，我们一起走。我们一起走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不要！小心啊，去那边看看吧。哎，西城，不要！你醒醒啊！不要！我求求你了，你醒醒！南宫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南宫，出什么事了？受伤了。傅博雅，西城，快叫救护车！情况呢有些特殊，一呢，现场没有目击证人；二，监控还没有调出来。如果再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跟你联系，好吧？好，那麻烦你了。没事，这我们应该的。没事吧？来，披上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公司的长治程序处理了。有什么消息，他会告诉我的。
别担心了，走吧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还是不要太伤心，免得伤了自己的身体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陪他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替我去结婚啊？这个钱你拿着，置办几件像样的衣服。这条手链是不是贺锦熙的呢？南宫琉璃，你居然敢调查我！怎么撞死的不是你呢？这要是让顾西城看到，肯定会跟我离婚的。苏妍希，妍希啊！喂，贺锦熙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没什么呀，我就是想问问看。我还能在哪儿？我在外地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很快就会回去的。我怕我再不回去，就会有人喧宾夺主了。贺锦熙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不跟你多说了。我回去之前一定会跟你联系，你也做好准备吧。这个苏妍希，不能让她再待在顾家了。那我现在这张脸该怎么回去呢？贺锦熙人还在外地，难道这条手链真的不是他的？是巧合吗？锦熙，走吧。要去哪儿啊？医院。医院？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所以我想带你去医院看看傅博雅。好，走。走。
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什么？他？哦，那个没有，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只不过呢，情况不是太好，他伤得很重，脑部组织受到严重损害，可能要长时间昏迷。医生，你的意思是，他还有可能变成植物人吗？原则上可以这么说。医生，只要能让他醒过来，钱不是问题。好吧。你在跟我开玩笑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。你太坏了，你干嘛这么骗我？你不是说你永远都不会离开？你不是说你爱我，你要帮我吗？你干嘛你骗我说我以后不要你了，我不要你了。还不睡啊？睡不着。还在想傅博雅的事儿？我好多了，只不过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，一时有点接受不了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这也是个意外。现在最难过的应该是南宫琉璃吧？是啊，没想到傅博雅会爱上这么一个女人。我也没有想到傅博雅会那么爱他。看来这个傅博雅对你很重要啊。他是我的恩人，我一直都想报答他，可是现在没机会了。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活着的每一天，对不对？而且更要珍惜身边的人，比如我。苏妍希，你千万不能动心。贺琪琪要回来了，你要离开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快休息吧。小姐，能请你喝个酒吗？这就是男人，只要长得漂亮，就没有不动心的男人。凭我现在这张脸，再加上你的手段，不西城，你还跑得掉吗？
博雅，博雅，你醒醒啊！伤成这样，你疼不疼？我说话你也不理我，你再不行我就生气了。博雅，你不是说要带我离开这个城市吗？我们一起走啊！你醒醒啊！